駐多倫多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昨晚舉行雙十節慶祝酒會，慶祝中華民國114週年國慶。來自本國3級政府代表、工商學界人士共400餘人出席，共話加台關係嘅歷史同未來。台灣跟加拿大也在許多的價值觀上面是共通的，比方說我們都追求多元、追求開放、尊重並且欣賞多元文化，所以我們認為台灣是加拿大在印太地區最好、最信賴、最可信賴、最有潛力的夥伴。我們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積極的發展雙邊更進一步的合作關係。酒會現場，台灣資深藝人凌波同埋金漢夫婦亦都共同祝賀節日。我們的國家一年比一年好永遠都是這麼開心的所以我們每年都一定到參加這個國慶晚會的。梁毅鵬表示，台加近年嘅關係發展有目共睹，尤其喺經濟貿易、產業同埋科技方面嘅合作越嚟越緊密。希望未來喺雙方共同努力之下，為加台關係創造更美好嘅願景。現場仲展示咗台灣喺科技方面嘅成就。